跟后学就做个调换等一下我们1点25分的时间，咱李老师咱比零极限后壁的时间就是咱来做分享所以等下咱来详细听听看咱有啥感受呢？咱会当等下出来咱做一个共同来分享。好，感谢慈悲。各位贤贤大家晚安。科学参道天师的我们老师大德请老师给栽培，非常的感恩。在我们道场，尤其在我们大屯区，我们老点师他两家的领导带动，还有我们各位老师大家一起来为大屯区的大屯发展而努力。以及在座各位，尤其是我们大屯区的各种精英那小组长的训练。在我们正恩进行的非常顺利，大家也都很有心来研习。那这一次我们园区我们点师慈悲还有后学，所以今天晚上来跟大家分享零极限。其实真的是非常忙，所以陆陆续续这个看了零极限。其实只看2遍那这个都是断断续续的看。但是当第一次接触到零极限的时候，看到这3个字就有感觉就有感觉。那因此在这个读经班后学所知道的就有不少读经班在读书会列读这份零极限。因此后学在新品读经班也就跟他们介绍说有这本书零极限这本书相当的不错。后来这个读经班的家长有自己规定进度，然后自己在班上去分享，而且他们也应用得很好应用零极限的这样的概念，连皮肤痒的不痒就真的是很奇妙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实例那我们的读经班的家长，他们跟我报告说有感应的有不少那今天或许原来就有先见之明了，我想说，既然这个我们读经班的这些家长们他们都是读了很有心得，也应用的很有感应所以或许今天就特别请一位叫做雅琪我们先讲后面陈雅琪好，你看看她有没有笑眯眯这是一个阳光女孩那参加我们天国书院的心理班上礼拜已经亲口了
那看到他的成长，看到他的发心啊，这个也看到他慢慢的去突破自己啊，跨越一些极限啊，所以他是零极限的新人才啊。所以等一下后学先开场啊，我在想说这个跟他讲的内容可以稍微复习一下。后学在看的过程，我就看到他内容写了很多啊，或许很多话我们都会有感觉，就是讲的很有道理。可是后学比较喜爱的是把它去做一个归纳和整理，它有一个模式啊，它有一个模式，所以如何把它的原理把它抓出来，然后如何应用它的原理啊，所以今天后学先开场，把那个基本原理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待会儿呢就会由雅琪跟大家导读啊，把里面的内容精华跟大家来做介绍。首先，什么是零极限？在很多次的场合，或许也是轻轻的跟大家提起零极限的概念。这是后学个人对零极限这3个字啊，它的意义的想法。后学感觉到零极限，它是一个归零的状态，它是归零的状态。因为我们人需要归零，我们需要归零。需要常常归零，因为我们脑袋装了太多的东西，不是负荷，不是负担。我们心里面装了太多的东西，有些有用，有些没有用。所以有时候，或者曾经听过一位点传师讲，他有一阵子身体很不好，身体很不好，那怎么办？他也很烦恼，那身体不好就会去练别人，他一直练，他越练别人练比他练，他身体就变不好，那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他自己的体会，健康之道就是去除杂念，念头很杂，才会有杂念，不会说对不对？因为念头很杂。所以叫杂念，还有一个啥？杂念。所以你练别人，其实是你心里的投射。哎呀，小兄啊，你连做都不会做。哎呀，你看看啊，你都是这样子。哎呀，你看也糟歪了。当你讲的对了，口气是对的，发心是对的，就 OK 哦。如果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投射，就被杂念。有时候练孩子练很多。或许在教孩子、教我的学生婚姻家庭，我问他们有没有希望父母亲有哪些行为，不要哪些行为，我跟大家讲，许多的孩子都跟我讲，老师，也有机会跟家长演讲，你跟我们的亲戚家长说，不要怎么样。所以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不一样的差异。所以后来我有一年。那一位点传师，后来他发现这个以后，他把杂念修成一念专一，他的身体很好起来。我们老点生他人家，许多人都跟我说：“哎呀，点传师，你跟我们老点是比较靠近嘛，可不可以帮我们打听打听老点是如何养生？”或许常常，因为我有任务，就有时候多请教。林老师怎么保健身体这么健康、健步如飞？让人家每次都轻轻的提，哎呀，这个什么事情不要想太多了啊，多看书了啊。那一次跟你讲一点，可是有一次在正式的精进班，让人家我在门口那里，因为超市站在门口那里，就听到他老这么讲，哎呀，有很多人都问我怎么保健身体的。今天我要跟你们公开，我今天听到，赶快跑上去听。当然呢，哎呀，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4个字，你知道哪4个字吗？心中无物，心中无物，心里头没有东西。这个物就是我们心理学上所讲的未尽事物。心里没有就近的东西在里面，未尽
思路，就你还没有就近的东西，你摆在心里。所以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是什么原因？未尽思。哎呀，明天怎么办啊？明天我要讲零极限了，怎么办啊？哎呀，师傅还没读完，你们这几天害我睡得不太好。因为真的没看完，你知道吗？就好像有的时候想去考试，要硕士论文，没有看完，所以那个如果这个太慢记来让我看不完，我不是这样打的。太慢记了，然后虽然指导教授也道歉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的学生啊一直逼他啊，1个礼拜前才寄给你，那是害我们读了很辛苦。我今天的分享是谢谢也是给我这个机会，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这几天啊，我在附近怎么看呢？眼睛看，看到本来我看是看2个问题啊，结果规刚刚看是这样的问题，表示心中还是有点问题。为什么？哎呀，没有看完了怎么办？没有看完怎么办？所以心中无物，要怎么做到心中无物？就是要迁移。零极限教我们的一些原理，教我们的方法，就是来迁移。你要迁移，你有杂念，修搞一念，专一，然后清除。我们老先生常常讲嘛，对吧？一个人心中有恨，你就除不了了，连坏人都配合。每次讲到这儿，我就反省我自己，因为我看到坏人我也越恨，我看到人家能开路线我不高兴，我就想让他画脸，或者一个正义使者离开山上画脸。那听到老先生的话，想一想，好像这样也不对，我们也不能怨他，他还没有修到，他还不知道，不可以开路线。所以其实我们学会为自己生命负责。老先生常讲，你们讲师都点传师不好，要点传师学好，要你师做什么？你们点传师说学人不好，要学人学好，要你们点传师做什么？所以这些话都提醒我们回到自己的身上。零极限的概念是把投射出去的打回来。投射就是我们内心有的杂念去投射给别人，我们内心有的对待心去投射给别人。哎呀，都是他怎么样，都是他怎么样，就是我怎么样。所以待会零极限的概念要我们清理，要我们清理，清理你才能够放空，所以它是真空状态，它才能够真空，也唯有真空才会生妙用。一个人进到极点才有妙生，所以这个原理是相同的。再来零极。零极限不是无极，零极限都没有极限，不是无极吗？所以零极限是把零极限知道。当我们以道合一，就是以天合一，以天合一就没有极限，你要智慧那个。当然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的状态，那也是一个天真的状态。你回到你的天心，你回到你的真心，这是很棒的状态。到那个状态的时候，你是无为的。你做了再多的事情，你就是无为。身有所作为，心非常无为。这是白羊修士最了解的地方，是身入世，心出世。我们做了很多事，做过就忘记，做过就忘记，连功德想都不知道。哇！我们大家努力来修了。我讲的是我努力，也是我们一起努力。那是一种境界，那是最高的境界。那钱老师常跟我们讲，无为虚从有为。